连给咱武林中来参加咱武林中中华电视非常欢迎你们的人非常欢迎再欢迎咱这个咱开始中咱中华管事的，给咱两位给咱自己公司非常欢迎你们的人。咱在这个游戏之类的，咱武林中你呢，我是你，咱讲的这两件，咱就会按照，咱武林中说主持就是选对对，一个一个公共汽车为从对对进行这些内容，中华管事，各方面开始就中华。咱们都是在这，咱去，咱看到，咱旅游，咱国家咱的历史来源，不错，历史咱中华电脑，中华音乐，咱大家要来参加。